好，我係 Susanna。咧歐洲啱啱過咗呢個6月咧，點解咁鬼熱咧？咁有2日熱到爆炸，真係。咁7月嘅時候咧，就有一個更加一輪熱浪會吹襲呢個歐洲。我其實而家已經處於呢個熱浪啦。室內都30度啊。而家講開咧，其中呢個法國嘅南部亦都正處於多地氣温將會回升啊。升至攝氏41度啊。喺6月呢個歐洲熱浪持續升温咧，高達攝氏44度咧，造成咧重災區啊，導致到咧周邊嗰啲國家咧，好似法國啊、西班牙、德國啊、捷克等地咧都受到影響啊。好似火災啦、停電啦、路上嗰啲瀝青咧都融化。法國醫院咧缺冷氣啊，變咗温室啦。再加上咧大人同埋細路咧，因為呢個熱浪咧就因為高温而死亡好多啊。破呢個歷年嚟紀錄啊。呢個就係全球暖化嘅原因啦。歐洲呢個熱浪咧，我哋啲華人咧居於喺呢個法國咧15年啦。首次咧先開冷氣啊！佢話對好多啲法國人嚟講咧，冷氣咧視為咧耗電啊，即係唔係幾環保啦。但係咧，竟然今年咧，嗰啲法國人咧就唔少群眾咧就走入去呢個 supermarket 啊，或者啲嗰啲即係電器嘅商店啊，都去買風扇啦，同埋呢個冷氣機，搶購一空啊！歐洲各國都係一樣啊！啲商店都係將佢清晒啲貨品啊！英國咧6月咧都個氣温都幾高㗎，35.6度，而迎嚟咧將呢個而家7月咧有3日咧係高温天氣。部分咧氣温都會升到34度啊！其實咧英國咧比呢個法國咧就會涼啲嘅，因為佢嗰個英國嗰個地理環境啊、位置啊，佢比法國咧靠北啊，即係嗰個緯度會比較高啲。海南呢個因為法國咧南面嗰個伸移至到地中海咧，就佢嗰個太陽直射嗰個尺度咧。係英國咧就算你最南端嘅倫敦啊，嗰個緯度都比法國係個巴黎仲要高啊。變咗個緯度咧越高咧，佢嘅接收嗰個就嗰個太陽咧個輻射就會越少啊，氣温就自然會較低嘅，個海洋性嘅氣候咧就會調節㗎啦。英國咧其實呢個四面環海嘅島國咧，深受大西洋個島嶼氣候影響嘅喎。海水佢個比熱容大咧，佢嗰個升温就慢啲嘅，降温都慢嘅啦。變咗咧，因此咧大西洋嗰個涼爽個海風咧喺夏天咧不斷都會吹去英國，起到極佳嘅作用㗎嚇。因為佢係 nature air condition 裏面啊，即係天然嘅冷氣有降温嘅作用啦。相比之下咧，法國嗰個土地咧就面積比較多，同埋咧佢嗰個內陸地區咧呈現呢個明顯嘅大陸性氣候啊。如果佢夏日嘅時候咧，嗰個內陸嗰個土地咧，因為佢俾太陽暴曬到強烈咁樣升温啊，佢又冇足夠嘅海風去調節啦。個熱浪一侵襲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個氣温就會特別會飆升啊。法國嗰個南部受到呢個呢個地中海個氣候咧。個撒哈拉個熱浪咧，佢咧就因為夏天都已經係非常之炎熱同埋乾燥，來自呢啲撒哈拉沙漠嘅強烈
嘅熱空氣咧 heat wave 咧就會北移動啊。咁佢首當其衝咧就會係西班牙同埋法國啊。呢股嘅空氣咧，佢會橫跨呢個英吉利呢個海峽嘅到達英國之前咧，佢就會俾啲海水咧就冷卻咗唔少啊。咁呢個咧就叫做亦都係 jet stream 啊。因為氣象學上邊咧，佢話西風呢個噴射氣流咧，經常都流喺呢個英國同法國之間嘅上空。咁而呢個氣流咧就有股屏障啊，咁啊經常咧將呢個北極同埋呢個大西洋嘅冷空氣留喺英國，而歐洲大陸咧嗰個熱空氣咧就擋住呢個法國以南啊，哇都幾好啊！呢個英倫三島啊，嗰個地緣唔錯啊。嗱，咁我哋咧移英嘅香港人咧就已經即係適應咗英國嘅氣候啊。咁全年咧平均咧佢嗰個氣温咧係7至8度，就算即係再高啲都係20零度嘅啫。咁如果冬天咧你零下你都唔覺得會凍啊，都好似好平常㗎而家。但係咧，如果夏天咧6月7月咧，哇嗰2日咧熱到你兩三日啊，熱到你唞唔到氣啊。咁嗱，其實咧總算咧整體英國咧就唔係太熱嘅，而英國本土人咧習慣咗冇冷氣嘅日子啊，咁最多都係熱嘅時候又開門啊，或者開下窗啊，咁過啦，咁又唔需要有冷氣嘅。咁而英嘅香港人咧就最醒目啦，係咪啊？兩手準備啊！一係咧就有自助風扇啦，或者係恒溫嘅冷氣機啊。咁香港人亦都係好幸運啊！咁移居呢個英倫三島咧，呢個地緣咧係四面環海啊，亦都可以引嚟咧天然嘅冷氣。